聖經列王記下8章第5節，基哈西告訴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復活，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兒子的那婦人為自己的房屋田地來哀告王。基哈西說：我主我王，這就是那婦人，這是他的兒子，是以利沙所救活的。以利沙可以使死人復活，亦都可以將呢個死人救活。求主幫助我哋，當然係神使用以利沙，只有神可以叫死人復活，耶穌基督叫死人復活，佢自己亦都為我哋全人類嘅罪釘死在十字架上，被埋葬，第3日從死裏復活，證明佢係又真又活嘅神，證明佢係神嘅兒子，證明一切信耶穌嘅都可以得永生。只有耶穌基督可以將永生賜俾我哋，因為佢已經復活，佢勝過死亡。求主幫助我哋快快相信耶穌，跟從佢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